就是要家己生活化，所以咱中央内底信任嘛，甲咱讲真济，你看咱当初咱分享真济，大家听中间，咱怎甲经典活用，就是爱甲咱所听来，消入咱的心，咱的心来应用。人咧都袂无采讲，咱今仔日来到遮坐一点，所以咱等下时间咱个伊咱这个时间有种人大概搁1分钟，咱过一前面想做的麻烦一下咱大家坐好势一下，明日要开一个班不容易咱大家来珍惜，甲咱这个班，咱会当着店家总监、店家文化来家做一个班。颁奖诗纸杯前到鞠躬，蹲到鞠躬。领颁奖诗好。领颁奖诗好。来，请坐下。咱今日咱评委书，各位演员、各位前贤代表，大家午安。真欢喜啦吼！会当即届会当讲临时受命就是咱帮助你去出国武汉讲来甲台北者伫即个过程当然，即部分即个课拢是咱领颁讲师咱帮助你来咧担任因为武汉对即种模式较成熟，较无完满的所在，咱注意前内底多多包涵。你今仔日咱对下知开始听到咱王讲师咧讲知行不息，到后壁咱的性命之道，进到最后就是咧讲无以好自用，精以好自专。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无非就是为天地之道，进入到性命之道。到后壁，迄个无以好自用，精以好自专，嘛是咧甲咱讲，为什么咱袂当入到上性命之道？伊的原因因为无，因为精，无就是一种的无知，精就是一种的俗气，袂贵气嘛，叫做俗气。所以就是一种的无知当中，它产生一种的俗气，所以它袂当上性命当中，伊有一种迄种的病产生袂出来。所以内底相信着咱各单位的接触者，应该嘛体会诚济因为学校无方便搁占大家上侪时间，加互咱水前内底起来这边遮就给咱稍微表达一下阮即上一个5分钟，太上5分钟啦大概5分钟的时间互咱安尼表达一下紧一点嘛无要紧咱第一位的话咱来对中心单位开始讲好，咱中心单位咱对一位前贤要来报告，咱中心单位，来有诶举手伫咱中心单位，无咱啥敢有中间敢有，无咱来留伫上后壁咱来好的单位，咱对一位要开报告。
恁家己推荐对一位？哦，有吼，来准备一个来，吼，咱热烈掌声吼。各位先贤，大家下午好。叫他代表炮店单位，因为这个咱底下算是暗装啦，这个不是在，一般也是说半鼓励啦，咱的妇女日办鼓励，一般嘛是讲其实小学部这久以来，咱叫他有所体会，所以咱叫他的妈妈带咱叫他入学堂来。这段时间，这几年以来呢，感受到道的宝贵甲舒适，啊，搁真济前人的灌溉、付出到的，会讲前辈者栽培，啊，使得咱桥下会当一路走来，还算平平顺顺，啊，嘛真感谢天父书店。啊，今仔日讲师讲的三个讲题呢，咱桥下感受较深的是知识无息。其实一件代志要做到到尾安尼，通体会，当持之以恒，当有心提心，确实是无简单。因为咱若无付出、无感受，一条路要行较久，要行较长，无可能。啊，所以咱就较看到各位前辈伫遮，有时阵咱就较会感觉太是因为也卡了较重，咱就较会心较老白，啊，所以。伫即个病的过程内底呢，往往会失去讲咱是安怎要来修学的，袂记咧当初来即个目标，甲当初的心态。啊，毋过借着学堂安尼一班两班安尼开，咱若只要无离开，最后有机会是会当对着前面的脚步做伙行。那搁一个是有理好自专，即个其实之前有写甲有理好自专的，其实是有相同的意思。其实咱一个人啊，因为伫家己抱一个想法内底，咱讲要进步到可能，往往咱听着不一定听会入，听会入不一定听会出来，听会出来不一定听会久，听会久不一定听会到。啊，修学堂内底，莫离开学堂，莫离开神知识，莫离开经典，是无其他意义，是最后大家拢有机会当着解脱的这个脚步，安尼就较。因为寿命，所以我准备做这个工作，可能较一点来实践。啊，若讲了特别所在，他请咱廖老师甲各位这个继续上，谢谢。记性的物件啦，记性的物件，因为流露袂出来，就是咱个人有自由，兼自专，记性的物件较流露袂出来。这是一个当讲正面对咱自己内底，咱的本质咱流露袂出来，一定有原因的。咱自己具备了这个条件，毋过条件流露袂出来，一定有障碍。啊，这个就是咱的障碍。来第二位，来银河，咱这一位，银河，来。
体验，收吼，一直这工甲任何人接触啦吼，迄拢是整理，拢是整理。那因为有好有歹，所以咱人吼，无因理的状况之下，咱检查了善言甲恶言。那这善言甲恶言，因为你毋知嘛，无去修无去改，所以你说一个了，咱一说吼，人生欢喜也有，艰苦也有，艰苦的就是大堆。所以啦吼，互咱上讲的欢喜，今日咱用这个方法，甲咱用这个方式，甲咱过前天吼来结一个缘吼。互咱吼是任何单位的咱台南唔同个啦吼。本身咱有哪有这啥物，伫咱红经理因的信义附近咧讲经典吼，体会诚深。体会是以互我来讲是诚深啦，搁比做这个来讲是诚深。我这个深的话吼，互我了解讲吼，修道你若无来研究经典吼，修道的路无啥好。或者是互我会使讲啦吼，你若无好啊去研究经典的话，修道一条路，讲行了会做袂顺。因为咱对着一辈者一步一步去行的时阵，行到尾仔咱就记见一辈者。见前辈者了后，你如何去成全你的学校？你如何以身作则？你如何家己做一个典范吼？你会煞三无？你会煞三无啦？咱若有做一个要鼓励，想要成全道生的人，咱就感觉吼，有时阵咱要甲道生讲啥道理，煞讲无过呢，毋知要讲啥，毋知要讲啥吼，就讲一寡生活上，一寡大细项事，讲吼，时间过啊，因缘结束啊，无成全着，煞无可能煞结一个善缘而已啊。所以，互我伫咱咧道人咧谈吼，会体会讲吼，经典咱来有咱研究，因为咱对初发心了解道的宝贵，到咱伫道场开始咧学习了后，咱对道其实咱一定有记。这是叫我讲讲。咱迄边吼，内底有基本的信息嘛。毋过这基本信息，咱爱有信息。信息了后，你较有才调去形容别人。咱讲等于意见了后，咱较有真正才做各位啦。所以吼，这是互我家己的体会。所以吼，互我有咧学啦，学了有啥好？有就是吼，希望咱各位先生来当共同大家做伙来深入研究咱的。经典吼，今日内底咱有3节课，3节课讲中庸的三章嘛，对不对？互我嘛对第一章的感受特别深，互我就迄个一点吼，甲咱各位前员共同来分享一个讲互我的体会啦吼。甲咱拄仔迄个前言共款吼，互我对迄个知识如实，不是一句这句吼，相当算讲咱家己吼修学道的路程中就这有体会啦。因为在座做个前贤参考一定拢不来10担啊，因为咱这是考班嘛，做个前贤参考拢10担、20担、30担、40担，甚至50担、60担的应该拢有。各位前贤，咱咧有时咱咧想吼，互我较粗浅，互我讲来足粗浅，互我有较满20担啊，互我咧讲这毋是讲夸了的，嘛毋是讲安怎，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且咱毕业嘛，毋是拢参考偌久的，咱是要看啥？看咱伫道场学习这几十担了后，咱家己到底有成就无？或者是讲各位，咱认为咱有成就，那互我要甲咱分享讲，咱若伫咧望咱的心情看觅，你是成就偌济？你到底成就偌济？咱讲咱咧修道，那么咱的心到底有愈来愈成就无？咱讲咱咧修道。咱的脾气一天比一天较少。咱讲咱咧修道，咱的道念敢有从头到尾永永远远即个道念落去？咱敢有一个把握讲我生生世世就是要做就是要修道。所以吼，这信念上的代志，咱参考啊，外在歹的行为，咱咧做的代志已经较少，剩的拢是咱信念的大事。心量本来是很小的，但是算大事，那是修行来讲的大事。所以咱的念头起起伏伏，
你若念头搁咧起伏的话，代表你的功夫都无够。好是安尼甲你讲。所以这个自信如信哦，不是一句一张，互咱哦，跟咱做一个体会哦。咱有三点来分享哦。讲第一，我头摆前面讲的，世间任何事拢需要时间去来成就，需要时间。修道毋是一时一刻的代志，修道毋是今日的代志。咱毋是讲我下昼8点开始入班制，其他进等下，要期待咱等下了无代志啊！我今日修了较好。来遮受有功的补偿，咱接受道理加精进结善的，这是真好的。啊，毋过这是几点钟的代志尔？修道到是几点钟的代志尔？修道毋是啊。修道是生生世世爱做的，修道是时时刻刻袂使中断的代志。所以咱的心念嘛吼，对时时刻刻，对透早到下晡袂使走，完全袂使停去啦。所以你若是有法度安尼，较叫做自信，较叫做自信啊。你若你自信了后，不是这求这边，你的修道的心情较真正会出来。所以有做个前提，我即摆听话，我无先靠30天，心念搁不乱的，啊，所以这代表啥物？功夫落了无够，功夫落了无够。搁一个状况诶，功夫落了毋对，你的理念毋对，你的态度毋对，你的原力、毅力无够，你无迄个原力支持你继续做，你无迄个坚定的意志，互你的心时时保持清净。任何的困难拢无法度甲你阻挡，所以吼，即句互我甚至用这体会讲，任何的代志真正有就一时一刻做会出来，尤其是修道这件代志，这是生生世世咱拢爱做的代志，爱修，到师傅嘛是爱修啊。像互我吼有一个体会就是，过前阵咱拢听过释迦牟尼佛嘛，我敢是讲上久嘛，我讲较紧诶。互我吼，释迦牟尼佛，我要问各位先生，咱敢知释迦牟尼佛悟道了后，伊伫菩提树下夜倒面青嘛吼，悟道啊，伊第一件做的代志是啥物？哇，这个故事咱拢捌听过啦。伊吼本来要断去啊，就是原则啊嘛，要断去啊，有天时间本袂使，伊。我毋知即个头个故事咧足久啊，你故事，伊讲你袂使断去，世间需要富来斗嘛，你袂使断去啊，伊就想家己咧我来斗，伊要斗嘛，第一件代志做啥？伊去度啥物？伊要度的代志，成佛啦，人已经证着一个佛的高位，已经到佛的境界啊，伊搁要去度人。我看着这吼，想着即个道理想通了后。心内就畅去啦。因为咱成佛，伊境界在大，人就搁咧度人诶。啊，咱我是常常因为坐伫电脑面头前，所以吼，我毋是讲咱，我是讲咱家己爱加油嘛。所以吼，一个时间一工一工过，一个时间1分钟1分钟安尼过，咱到底为着啥物？你若是无好，你若是用心无够，当然有成就出来，无可能。不习则久，久则增。你爱有正确的理念、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方法，持久去进行，你的成果较是好。啊无永远无效。甲咧行水共款，过倒行一个，过倒我，迄水永远袂滚。所以第二啊，第二就是讲吼，咱事情的方法头先讲的，咱的理念要对。我才要甲讲。第三吼。志行有时永远无停止的一天啊！啊，互我看着伊迄一句话，伊顶顶看着一句话，叫做“天应应，君子以自强不息”。伊讲咱的天道永远无停止的一天，咱今日坐伫遮，日头嘛是照常日出日落。咱等下出去的时阵，无几点钟日头就落去，天无停止的一天，这是叫做天道，这叫天道。天本来就是安尼啊。地球就是逐工安尼一直生存万物嘛，啊，咱人要学君子自强不息，即个咱大学讲来讲咱啥？
日新又日新，时日要做新年。咱咧时即个咱家己永远无停止的一天，所以各位互我捌伫新闻顶面看过有一个新闻，讲有一个以前咧报体育的啥物，新闻的记者，伊讲伊支持安乐死，安乐就是讲合法用注意啦是啥物回事？所以互我看到迄感觉这社会人心就是安尼。我互我毋知过一咱的生活是安怎。你若互我来讲，互我时间就有够用，互我甘愿搁较艰苦，我嘛要受过来。搁较艰苦嘛是该受的，为虾米？把握咱即个人的身体时时分分秒秒，每一分每一秒拢足重要，每一分每一秒，千万毋通咱有讲歹听，千万咱毋通有等死的想法。我的年纪大，我就做袂到，我放弃。我就常常安尼，千万毋通有这想法。我无其他意思啊。讲互我咧讲者，这是互我简单的事情，咱互我嘛占伤侪时间啦讲了无好的所在这是互我家己简单的事情有得罪人请来各位前来，互我原谅我下去，互我简单做个到这，感谢各位前来。咱感恩着咱刘英雄讲师甲咱分享东西大人相信咱若慢慢起来会体会，当然要达到迄种的悟性当中所流露出来，就是爱对咱的心的物件开始。所以咱的心的物件若障碍伤多，杂事伤多，杂欲伤多，迄个感觉的物件伤过多，拢是阻碍着智性流露，有太大的关键。所以对于咱的内心的世界当中，迄个水的物件，迄个静的物件，要安怎去用？安尼性自然就流露出来。性的物件流露出来以后，内在性了后，外在现出来的物件就强者，外在物件流露出来，就无受到时间、空间限人数限制，嘛无受到年纪的限制。这个物件性的物件流露出来，伊是无界限的，就是无界限，毋敢会不成。若有界限就有成，就有停止。要无界限，对外在会当继续安尼行，重点有一个重点，就是内心的物件愈来愈静，愈来愈空，愈来愈顺，愈来愈通。以上咱今仔要去来换着咱爱上爱上阮主编这是常客了感恩天师傅今仔日咱这个青少教育班这中央这课非常的好。因为先问阮爱上单位，阮咧互学一个一遍的学习的机会，这些代表咱爱上咱各位先生感恩。互我今仔感觉咱26种这个志向无色天地之道，甲27种这个圣人之道，29种讲这个有2种这3种若要论起来，应该是会使讲是一个一体啦。伊咱圣人非常的这地位超人，引用着这个天地大自然的这之道呢，来引述着伊迄个，互咱圣人因来演化，然后来到咱即世咱各位兄弟姊妹来安尼来印证甲学习。所以今日咱伫即个头一节咱这讲师伊印证了讲即个东宗法师伊当然是伊即个志向，伊即个诚心要去西方处境带来咱东土，互咱即个国家会所有的人有缘，即个诚就说
含天地即个即个贵气甲舒适，所代表了一切。咱今日学习无因咱个人的思维，可能个人的利益，无就质疑到即个圣人的意见。所以讲，今日咱大家扭倒转来讲，咱在座今日即个机缘啊，咱来讲即个志向会使讲咱大家借着咱大家鼓声来感谢咱今仔即3位讲师啦，咱好。我相信用了不一单的即个经历甲用心，今仔日甲咱，互咱咧解义，互咱去体会，这非常的支持，这是我的感受啦，因为。搁再来就讲，咱今仔第一排遮浅显伊嘛是比咱以后壁来搁较轻松，搁较有迄个诚意。咱就甲咱第一排浅显掌声鼓励一下。这个咱咱是讲要今仔日要来上这个课我直接介绍就讲，今仔日爱来遮学习。我咪准备来讲今仔日差不多6点几分爱变来，7点才出门。来到咱即个现场来挂号，来准备讲来找挂号坐一个，来请一个来学习。这拢是对咱即个身心个人的身心，甲你有一个圣人要行的即个决定拢有需要的目标。所以咱今仔日即个天地之道甲圣人之道，都意思讲，互咱去感谢讲这三宗法师伊安尼讲。经过800里的黄山，4暝无去无食，你若想讲伊的心意甲伊身心的心智、迄个经验因为伊拢无去厝着经，伊无话你要回头，伊到了死伫迄个半路伊就死。伊讲我记得我的志向，我西方厝这附近咱互伊迄个国家有益。你看迄心的迄个坚定会使讲这个故事够好。咱今仔日当然，大家兄弟姊妹可能为了来讲3块买无着买袂到，毋愿大家迄个常济啊，还是讲物件食袂着，你食到着，这个意念甲这个志气这个念头咱小可去啊，今仔学习就讲去了解原来圣人的思维，甲咱那里开悟的众生的思维才才较济。所以这个圣人之道，伊意思作者讲，咱咧培养啥物心，粗汉的心，坚定的心，安尼对一心一意，坚持不移。来讲对修道像拄仔咱就浅显分享讲伊即马伊时间无够用，我听感觉讲咱这个世界要出现一个这个菩萨的这个精神。以上大家讲咱给咱这浅显个掌声鼓励一下，加油啊！因为这种精神会当提奋提起来，大家讲咱这浅显会当做咱指标啦，你啦，做咱方向。你安尼做精神对道做信念的，这个是咱大家共享咱的荣幸啊！伊咱这个道场会当安尼蓬瞻华实的互我搁会三点讲，今仔日咱第2627章，伊讲着天地之道甲圣人之道。现在伊第3分28章，伊用即个有义章，有就是讲无嘛按过伊仔即个本文伊那是用即个底五常之地，伊那用底，互我是听了感是伊是毋是讲，咱是讲有理即行，鸦片天下。敢是即个意思等一下咱即个浅显甲咱互我讲是安怎利用即个底来做28章的本文这是互我的感受甲咱各位浅显做分享以后才疏学浅讲等无介好慢慢前人点的师各浅显多多指教希望各位欢喜充满，谢谢。
迄临时工，所以毋通学袂考试。袂到时含临时工就找无吼。啊，其实吼，咱慢慢去甲伊体会吼，对有影，咱前言为什么开始讲用这个类来做一个主轴？到家用类来做主轴，因为类甲定基数，程序的序，定基数啦，程序的序，理者得之序。就是讲，咱今仔日要入定，你一定爱第先规类开始。先规类开始，因为咱类的物件，类就是一种的评数，一种的规范。所以咱界定非是以界为修，修道嘛是以界为修。界的目的就是要互咱以类而行。啊，以类而行了后，当中顺着这个济的物件，类的这个济的物件来行，互咱知影讲咱的位是徛伫啥物位，应该做啥物事，讲啥物话。灵内底爱德要配位，爱叫做实至名归。所以咧，伊会排第一位。啊，咧当中，伊就是要互咱恢复到人的一个关键。人就是真嘛，对咱的经济的心境。所以咧伊本身就是咧为定而修真。咧就是咧修真，修迄个真。因为类的物件，咱无透过类来修咱的本体，咱的道流露出来拢无中正，袂中正。有当时啊过分，有当时啊无够。啊，这个过分无够，拢是牛和贱来产生的。啊，牛和贱当你会当来，迄个中正透过类、透过贱、透过贱的物件。来做一种的规范，所以伊来讲要进入到圣人之道，要进入到圣人之智德，一定爱对排来先，安尼吼，啊，互学的清净是安尼啦吼，啊来咱来爱上来落来就是四日安尼吼，咱先等为咱有对一位前辈要来给咱分享来主笔。各位今天来宾，大家好。好。代表新年来报告新的。首先呢，我就先来讲一个小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讲有一个小沙弥，那么伊就是去请教因师，讲师如何使一滴水变大？那么这个答案呢，就是讲。投入大海，咱也想一滴水，如果伫倒仔顶的，风吹马上就打去。那么这个故事伊影写着啥物？就是影写讲人生的这个价值，要安怎使咱这个渺小的人生，在了着这个世间呢，有了着上大的价值。那么重点就是讲。咱爱会晓投入道中，所以讲，咱若是投入道中呢，咱人生的价值，伊就安怎慢慢增值。有了着凡夫俗子呢，咱若是修道，慢慢的，咱会当脱胎换骨，成就了着这圣贤之道。所以咱师尊呢，咱嘛听到你师上。听着讲，行尽世间天下路，唯有修道不不去。所以讲，今仔日咱来佛堂听了这个道理，听圣人之道，上重要就是爱会晓用理尽心。那么道理咧讲
啥物诶，咱会晓为研究，毋是讲听听诶安尼等于就煞。哦，那么道理真正意义在哪里？也就是要互咱应用在咱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事遇到困难，咱要安怎去来克服，要安怎去来应对，使咱诶人生诶过程呢，有法度安怎，有法度欢喜，而且平安诶度过着即个关卡。所以讲，互咱呢在了着学习诶过程，听道理嘛听一段时间。那么感觉讲听道理呢，使互咱诶人生诶过程呢，会使讲受益呢足尔大。那么在了学习诶过程，互咱呢嘛捌听着，咱兄诶一个前贤大德伊咧讲，因为咱真呢，6万年来所欠诶冤欠债主非常诶多，而且呢，业力嘅讨偿嘛是足恐怖。所以讲，伊在当课时阵，伊下课伊遐咧休息，有一位班员呢行过来，咧向伊讲话。但是即个赵经理呢，伊看到即个班员，伊的面型呢无共款，也就是讲，伊有去冤欠债主，有了着即个卡心，所以讲即个班员呢，伊即马咧讲伊暗时拢困咧，那么赵经理就来问讲，伊安怎暗时困咧？伊就讲因为有迄个无形的来咧干扰就对啦。无形的干扰当然咱无拄着，咱毋知影。迄个干扰就是会互伊思维困去。赵经理就来讲讲若安尼你爱知影，知影向伊呢忏悔，因为这6万年来，在啥物对一世，你有对伊伤害，所以伊毋愿，所以伊才会要来找你讨偿。所以讲今仔日学道理。咱就是爱了解这段因缘果报，那么咱就是向忏悔，而且呢，咱就是讲爱知影呢，行功德用功德回向互伊，由伊呢会当使咱生活安定。所以讲这就是互咱听到的一个信息。那么好寡好呢，互咱呢在生活过程，太太出去外口做工课，嘛捌拄着即个情形啦伊即马转来外口大种场所咧做工课，转来呢去互迄个飞行大厅呢遇着就对了。暗时咧困呢，伊会来指啦，是互伊袂困去。袂困去，伊即马就出声，因为互我咧加班无伫诶，即马隔壁囡仔听着就赶紧来叫精神。叫精神了后呢，当然就无代志啊。因为太太起来时阵就是讲即个无形的咧干扰，厝有清净过，伊即马就去画清净，就四界休休的，休休的当然就无伊就袂迄面袂来干扰。毋过互我感觉讲这安尼毋是究竟嘛即个就是一个短暂，但是互我有听到即个道理赵经理伊咧讲的即个方法。互我就来应用，所以咱即马圣人好拄咧有咧煎我，咧继续即个工程，互我想讲竟然是安尼人讲讲不逼不能行嘛，不行不行逼，想讲即个报喜的功德，咱真是有影会使着即个微型大德会来干扰，对无？所以讲咱有了着假机变真机的时阵，咱就安实在有咧做。所以互咱呢，就用了着天行之心，就来布施。布施呢，就功德回向互即个无形大德，讲请伊暗时莫来干扰太太的即个行为，因为太太若有知咱，反倒转来影响的就是互咱的生活嘛。为着生活要较安定，当然互咱就安尼落去饲。饲了后呢，来布施去呢。当然啦，一段时间就不来啊。互我就感觉讲，圣人人咧讲的道理，确实有影。在了这个布施当中，咱若有天性之心，有晓着用诚意要向伊化解，伊一定接受。
所以这就是互学呢，在即次当中呢所拄着的即个情形。那么其实大家做了的即个心得分享，报互大家知影。所以讲，各位前年来宾，咱若如果有亲像讲拄着即个情形的时阵，当然啦，趁紧时啊咧，工程咧建设，咱会当用即个机会，以咱贴心之心，钱济少迄另外一个词，咱就会布施用功德回向互伊。那么安尼呢，慢慢就会当化解呢，因过去累世的一个即个恩怨。那么再来呢，就是爱靠咱家己的即个诚心的德。以上呢，就是互学今仔日向咱报告的即个心得，有所不足，盼望咱大家呢了解，感恩，谢谢。酒意前言当中，内底有甲咱讲着讲，一滴水要安怎卖互伊会干，就是入海，海就卖咱讲入去咱的性海内底。所以咱每一点心拢入入到咱的性海内底，性的物件自然就出来。即个性的物件出来叫做天性的物件。即个天性的物件是上界可贵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啦，那到啊。后壁的话咱无讲着后一回互学的咱甲咱帮助你报告一下，讲后一回的话就对后壁继续延续落所以后壁无讲着的当中，咱后一回会排第一位啦学的甲咱帮助你报告一下因为学努顿即种的大场面捌主持过所以有无完满的所在咱前人自备包含指导咱点文书各位前人大德，甲学校包含。最后祝各位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感谢讲师慈悲，钱道公、坤道公，咱在此跟大家来时间咱要由咱的有点传书来做接班地属，请咱热烈掌声邀请有点传书。安静啊！